大家好，我係九龍豪宅 Catherine 高，今日為大家介紹就係雅士花園一個3座嘅單位。依家我哋一齊嚟望下。今日為大家介紹呢一個單位，實用面積924尺。一入屋呢，已經係見到呢一個位置做咗指定嘅鞋櫃或者係雜物櫃。經過玄關位之後，就到咗單位嘅飯客廳。呢一個飯客廳面積呢都相當好用。飯廳嗰度呢，仲做咗一個入牆嘅儲物飾櫃。客廳就係採用落地玻璃嘅弧形窗設計，可以令到更多陽光入屋。依家就係從客廳嘅窗嗰度可以望到出去，除咗係望返屋苑內園嘅平台花園之外，仲可以望到附近一帶嘅遠景。單位相當實用，走廊位都唔放過啊！做咗一大排嘅儲物櫃，之後就到咗主人房。主人房面積相當闊落，呢一邊呢就做咗一大排嘅入牆衣櫃，另外一邊呢就可以做主人房嘅睡寢區。主人房浴室整齊企理，有充足嘅儲物空間。浴室有窗，沖涼嘅位置呢係改咗用企缸。另外兩間客房嘅面積呢都相當唔錯。客廁同樣採用企缸嘅設計。廚房呢就係成長方形嘅，兩邊呢都做晒櫥櫃，提供咗基本嘅煮食爐具同埋廚房電器。廚房裏邊呢仲有一個儲物室嘅，可以當作工人房咁用。今日就睇到呢一度啦。如果大家對呢個樓盤有興趣嘅話呢，就可以隨時揾我。想繼續睇筍盤，留意我哋中原頻道。